节目一开始，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。这是一个住伫台东姓林的查甫人，20远起石腿边捡海菜，却无细枝跌落海。海巡消防是赶紧去救，严格救起来了后，送病院不幸过亡。花莲凤屏乡石腿边海边啊，风影正大，海巡人员穿救生衫、游索啊，要甲搬海掉伫咧大石区的民众救上岸。有一位民众于石梯坪油气区因捡拾海菜不慎落海，获报后即派遣勤务同仁及新社安检所备勤同仁前往现场实施救援，随即由本所同仁下水将溺者拉起，并实施 CPR 抢救。搬海是一位60岁姓林的查甫人，伊伫19早起甲亲情到石腿坪捡海菜，却无顺利搬海。海巡人员到现场了，要落去海甲人救起来。因为现场拢是石花，敢若行就无啥勇气，所以海巡人员甲丰滨消防队用长期布笼救生排帮，甲搬海这个查甫人搬上花了，送到路边。丰滨消防分队才甲伊送去花莲边丰滨分院抢救。该名患者行走路线为非一般观光客会行走路线，现场极易破损，不易行走。91人员接触患者时，海巡人员正在实行 CPR， 立即与现场交接后，持续按压 CPR 并后送至丰滨分院。一个姓林的查甫人送病抢救了，以为是救袂大。海巡署讲，最近东北季风正强，风影正大，这种时阵民众尽量莫去海边活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